台南两电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举办台南工艺新具融合特展，透过14位工艺师，甲这传统技艺也有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。这个特展呢是用创新的角度重新呈现着彩画、刺绣等等的工艺，打破传统印象，要让大众看到这工艺生命力。 这件普景的作品看起来真有路，是国宝大师陈沙绘做的。台湾的展览在1949年当发展，早期拢用玻璃落去挂，后来艺术提灰干落去讲，再去落去豆，才呈现特殊的艺术美感。那这幅作品是彩绘大师潘国雄以后做主题，为24号的故事。这回两电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办新春特展，结合14位传统工艺师来展现工艺品是安怎融入生活美学内面。你做我画啊，规拢红的，代表喜气洋洋嘛，因为会过年了嘛，哦，过年发财啦，吼，还个春到。 明朝晚年真诶，阵就展览啊，到近400几档啊啦。但是迄阵是用讲迄个咖啡后啊，我为着要留物件，我想匠转意，展览就是拢伫庙顶个匠师匠，啊，我咧转艺术啦，我是即马是用花杆，虽然不随我讲落，伊破安怎？ 你要利用伊的迄个弧度。展览以伫阮兜台语话音做意象，甲彩绘、刺绣、展览等工艺，重新定义厝的概念，像伫正听到当代门神做装摊，甲传统工艺品变做现代生活美学的一部分。主办单位讲，期待透过生活化的方式，让大家通更加挖紧传统工艺。神明厅的部分就是以我们民俗中妈祖就是台湾的母亲，对，我们当然像妈妈一个角色作为核心。 它旁边呢，就代表四海，就是代表以台湾岛为中心的四方这样子。这次的特展，它打破了民众对传统工艺的刻板印象，可能都在宫庙里面啊。但是呢，这些工艺品其实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布置当中。这个新春特展展期到9月17，拢总有45件作品。工艺师嘛向大众证明，传统工艺不只是文本尔尔，嘛通参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